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0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06天。前线总共发生223次战斗，其中57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22日清晨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发动了大规模机械化进攻，派出4支装甲纵队、乌克兰第一亚速军以及其他军团乌军联手果断应对，摧毁了6辆坦克、9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运兵车、1辆救援车辆以及10辆摩托车，甚至据说还有马匹被打死。可以说俄军是混合冲锋根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这马扎尔的说法他说多布罗皮利亚前线取得重大的防御成果，100分钟内就摧毁了俄军的24辆装甲车以及摩托车。战斗中甚至出现俄军马匹损失。12月22日，乌发射导弹命中克里米亚的叫奥列尼夫卡俄第92河船舟桥旅舰艇临时基地，引发猛烈爆炸和大规模火灾。同日，乌对顿涅茨克州的俄军一个摩步团的弹药库进行火力打击，战果显示目标已被摧毁。另据央视新闻报道，22日早晨，莫斯科先涅瓦亚大街一辆汽车底盘被引爆，俄总参战训局长萨尔瓦罗夫中将被炸身亡。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说法最新简报说库尔斯克与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拉锯，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继续发动反攻，试图将剩余的乌军逐出边境。有很多网友问我为什么老是说刚开始播报的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多少天，有人以为说乌军已经被赶出了库尔斯克。实际上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乌军在库尔斯克还在继续战斗。库尔斯克的应该是叫西南方向吧，它是一片丘陵地带，面积不大，跟乌克兰接壤。一部分乌军还据守在那儿，俄军拿他们没办法，赶也赶不走，打也打不过，就是目前这个情况。所以库尔斯克一小部分还在乌军手上。如果不是当时特朗普悍然的断了情报支援，给乌军釜底抽薪那乌军现在恐怕还在库尔斯克的什么苏贾地区。但是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说法现在乌军还在库尔斯克，还占着一小块地方，所以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再看泽伦斯基是怎么说的。泽伦斯基在一个论坛上向公众陈述米尔诺格拉德、库皮扬斯克以及波克罗夫斯克等战况，这是泽伦斯基亲自说的泽伦斯基表示他说今天波克罗夫斯克市内约有1100名俄罗斯人，周边地区的数字则更高，但过去1个月来该市的局势并未发生变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市有1100名俄罗斯人已经进入了，而乌军是占据波克罗夫斯克北部一块，也就是双方还在波克罗夫斯克交战。泽伦斯基说这1个月来局势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关于米尔诺格拉德呢，尽管俄罗斯军队在施压，但乌军仍坚守阵地。在库皮扬斯克，乌克兰军队又清理了500平方米的区域，行动进展顺利。我们目前控制了该市，俄罗斯军队在当地的人数不超过100人，而且只是暂时驻扎。在古利亚波尔，局势曾一度紧张，但过去1周情况已趋于稳定。所以目前在库皮扬斯克还有波克罗夫斯克战线上，乌军你总体上看它的局面比1个月前有所改观。但是同时你也不能否认乌军面临巨大的压力。俄罗斯无论是在人数上面，还是火力这一块，还是在这种对死亡的对吧漠视这一块，它都比乌军要强。他们的耗材不在乎。这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扬斯克战线的一些情况。我们再说一点跟在2个战场上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首先一个是据说是澳大利亚援助乌克兰的埃布拉姆斯，就是 M1A1 坦克现在居然在波克罗夫斯克参战，也就是乌军已经把它派到红军城。乌军第425突击团埃布拉姆斯在波克罗夫斯克展开进攻，有视频当然也有我看到被俄军的无人机还是炮火
摧毁的 M1A1 那个残骸啊，所以这个战打的是非常惨烈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乌东前线啊，乌克兰第3军团啊，用一台战斗机器人啊，这个是恐怕是有媒体报道的啊，经过确认的，用在前线的是战斗机器人啊。这个乌军第3军团用这一部战斗机器人坚守阵地45天。第3突击旅的地面无人机在没有步兵参与的情况下坚守阵地45天，没有人陪伴的啊，就放着这么一个战斗机器人放在阵地，居然他坚守了45天也没被俄军炸掉。这是一个由突击队操作员控制的机器人复合体，全天候执行战斗任务，用机枪火力干扰敌人突破防线的企图，无人机枪阵地啊，是个机器人。所以说啊，这是波克罗夫斯克啊前线的一个现状，就是乌军呢，你不知道他躲在哪儿，当然他的机器人对吧，或者是无人机神出鬼没，前线基本看不到人。也就是说，如果俄军不怕死，你个全上都行，对吧？你拥到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没毛病，但是你就要面对这个乌军的无人机，对吧？还有这个机器人，还有这个炮火，只要你不怕死人，机器人坚守阵地45天，你这很厉害啊。那更有意思的是，乌军第93旅啊，有2名战士在这个顿涅茨克州的叫鲁辛亚尔附近的基地啊，他在坚守那个阵地啊。这93旅的2名战士啊，在那坚守了130天，也就是4个多月。这个确实是个忍耐啊。你说，一是冬天这么冷，第二个对吧，压力这么大，这么紧张，高强度情况下，2个人在那坚守130天，比那个机器人更厉害。关键是还没完啊，说这2个人呢，居然还成功的俘虏了1名俄军，然后这2个人跟俄军一起就在那个阵地啊生活了2.5个月，也就是2个半月，干什么呢？这2个乌军呢，战士在坚守阵地啊，在那这个防御，让这名俄军这个俘虏啊，帮助他们修建防御工事。估计一个人看着他干活，挖战壕、挖工事，另外一个人就在那防着，密切对吧？关注这个监视俄军的动向。居然啊，3个人在那待了130天，这都是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啊、库皮扬斯克这些地方啊。当然了，这个俄罗斯方面也有宣传啊，双方都在宣传这种对吧，可歌可泣的、催人泪下的这种硬汉故事啊。俄罗斯方面宣传是什么呢？说有1名俄军士兵啊，自己中弹了，受了枪伤，然后就在那个林带，就树林里面，一边躲避无人机，一边奔跑。后来他发现了他受伤的战友在地上不能动，他自己啊全然不顾自己受伤，而且天上还有乌军的无人机在追捕，他依然扛起了自己的战友，说狂奔了3个多小时，安全返回这个营地。这是俄宣的这个手法啊，反正这一幕啊，反正大家都比较熟。俄罗斯宣传部门还有一个说法也更有意思啊，都是俄宣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材料啊，说1名乌军士兵向俄军士兵投降，巧了，这名俄军士兵啊，就是乌军兄弟的士兵的兄弟哥哥，弟弟向哥哥投降。这个俄罗斯宣传部门也有意思啊，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要乌克兰向俄罗斯投降？乌克兰是弟弟嘛，俄罗斯是哥哥，他能捏造出这么一个事迹出来啊？说1名乌克兰士兵啊向俄军士兵投降，在战场上碰见了啊，巧了，那就是他哥，兄弟之间怎么能残杀呢？所以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弟弟就向哥哥投降了，令人啼笑皆非啊！这个好比绍伊古捏造的对吧？宣传的什么阿廖沙坦克车走对吧？一辆 T72干掉了是吧？是九辆对吧？乌克兰的装甲车还有坦克。双方不仅在战场上啊你死我活，在宣传上面也是别出心裁啊。当然这个俄罗斯编造的这些就有点老掉牙了对吧？大家似曾相识，课文上面对吧？拍的电影上面都是这样，没啥意思了。倒是乌克兰这边啊，好歹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我今天看新闻啊，这个也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凤凰卫视的这个战地记者卢宇光，他发了一个消息啊，就是节目啊，说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大捷，俄军正在撤出库皮扬斯克。这是卢宇光说的啊，黄俄对吧？你找卢宇光去对峙，这个啊，卢宇光相当于也对吧，帮这个泽连斯基揭穿了啊，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还是他是主观是什么意思，总之客观上啊，那就是揭穿了这个迪宝老人和格拉西莫夫的谎言，也证实了泽连斯基是对的啊。这是凤凰卫视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视频啊。那么这里呢，就是俄军一个战斗前的这么一个集结的基地，看到这些铁丝网，我们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些士兵呢，目前正在向前线进行一个集结。周日，在顿巴斯库皮扬斯克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集中3个旅的预备队突破了市区俄军的防线，进入到市中心的阵地。俄军退守在奥斯科尔河东岸
开展防御的行动。我这里不能不再说一说这个乌军的总司令啊，这个俄罗斯族的总司令啊，谢尔斯基，这个确实这仗打得不错啊，人家一个是兵力上面不占优势，第二个无论是库皮扬斯克还是波克罗夫斯克，对吧？他这个地方啊，虽然是已经打造成一个堡垒，但实际上他还是没有什么天险可守。哎，但是居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俄军以3倍的兵力居然拿不下这个地方，打了18个月没啃下，完了俄军是死伤无数，然后俄军每次还是以为自己把乌军包了饺子，对吧？出现幻觉，一会儿是包了5000，一会儿是包了5600，一会儿是1万，然后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是至少7、8次，对吧？宣称拿下了，结果到现在还在打，所以我就怀疑啊，这是不是谢尔斯基是故意的，对吧？在这布了一个口袋阵，就让你俄军进来就慢慢炸，对吧？把这儿当做一个诱饵，吸引俄军进攻，对吧？你来多少人都行，反正我这你也找不到乌军在哪儿，无人机就伺候，对吧？那种机器人伺候，海马斯伺候，对吧？这种集束弹药伺候，所以你看啊，在波克罗夫斯克，俄军是死伤惨重，但是你看多次到那儿插旗，事后插旗的人不见了，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库皮扬斯克也一样，对吧？也去插旗，甚至这个俄罗斯什么中部集团军司令，对吧？亲自向普京报告，库皮扬斯克已经拿下了，结果现在这哥们不见了，消失了。泽连斯基还问，对吧？你们那个司令呢？不说库皮扬斯克拿下了吗？你再结合卢宇光的说法啊，这个该司令十有八九恐怕是活不成了，这谎报军情嘛？你这是让普京没面子啊，国际社会上，对吧？面子都丢光了。所以说啊，我感觉这个俄军的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啊，还确实比这个谢尔斯基要差那么一点，对吧？这个格拉西莫夫恐怕只会打呆战、打硬战，反正就是拼人头，损失惨重啊。那这是前线的情况啊。那俄乌双方啊继续在互相轰炸啊。昨天凌晨，乌军打击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叫布琼诺夫斯克的斯塔夫罗伦石化厂，该工厂生产用于制造导弹、飞机、火箭的前体化学品，并生产维持俄军军事装备的润滑油和燃料增强剂。这个火光冲天啊！俄罗斯的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叫塔曼半岛的沃尔纳定居点遭无人机袭击，一处港口终端的管道、2座港口码头及2艘船只受损。当地应急指挥部称啊，事件发生于12月21日至22日夜间，袭击地点附近有塔曼石油天然气综合体，距离乌克兰战区270公里。袭击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达到1000至1500平方米，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当然了，这个俄罗斯也对乌克兰，对吧，发动了这个空袭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罗斯当天用30多枚导弹和超过65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泽连斯基称啊，至少有13个州遭到袭击。截至目前，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空袭警报状态，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已被击落。双方现在啊继续互相轰炸，也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要停火的意思啊。泽连斯基发帖说啊，他说今日我主持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详细研判了前线各战区局势。我要感谢我们战士在坚韧意志和乌克兰的积极防御，我们的部队正在以侵略者应得的方式消灭他们。近几周来，俄军显著加强了攻击强度，相应的俄方损失数量也随之上升。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如果俄方不以100%的严肃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反而将资源用于延长和扩大战争，我们将以完全符合逻辑的方式作出回应，即我们的行动予以反制。我们再看看这个美乌会谈，对吧？然后美俄会谈，这个和平计划到底现在怎么样？我们先看这个乌克兰方面说法。乌克兰的这个代表不就是乌梅罗夫嘛？他说啊，乌美官员举行了一场单独会谈，重点讨论4份关键文件，完善20点计划，就多边安全保障框架协议协调立场，就美国提供的双边安全保障协议协调立场，完善经济发展计划、繁荣计划。他指出，谈判重点关注了后续步骤的时间框架和推进顺序。乌梅罗夫补充说啊，乌克兰始终完全致力于实现公正和可持续和平。我们现在共同优先事项是停止杀戮，实现有保障的安全，并为乌克兰的重建、稳定和长期繁荣创造条件。
条件。和平不仅应是停止敌对行动，更应成为稳定未来的坚实基础。这个乌梅罗夫的意思很简单啊，第一个是20点计划，这个先不提了。对乌克兰人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多边安全保障框架协议，那就是欧盟和乌克兰，对吧？欧洲和乌克兰这种多边的安全保障要落到实处，以及美国对这个志愿者联盟的一种保障，这叫多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美国提供的双边安全保障协议，也就是美国对乌克兰你的保障承诺，而且这个还必须要经过美国国会。第三个是什么？战后重建，对吧？这钱从哪儿来？大家出钱，要建设一个美好的乌克兰。所以你看啊，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很简单，对他有利的那叫落听，对吧？就要谈扎实了。对他有利的东西他当然要对吧？那就谈明白。对他不利的那搁一边呗，对吧？什么让我让出领土，对吧？让我撤军，让我这样让我那样，那不行，对吧？再谈呗，对吧？把人家承诺的有好处的先拿下。这就是乌克兰的策略啊。然后这个泽连斯基怎么说的呢？他说，关于俄乌冲突的和平计划草案基本框架已经准备就绪，各方离真正的结果已经非常接近，但乌克兰不准备接受其中的某些要点。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透露美方目前正与俄罗斯代表继续谈判，乌克兰将等待反馈。他同时表示我确信俄罗斯也有不准备接受的事，也就是泽连斯基心里有数，这个估计是谈不成的。但是你美国给乌克兰承诺的好处我还是要的，对吧？只是说放弃领土，这个撤军，那乌克兰是不行的，那这个俄罗斯肯定也接受不了，这个泽连斯基知道你看这是乌克兰人的态度。我们再看美国人的态度特朗普表示俄乌两国领导人之间仇恨极深，这是推动停火的主要难点，但所有人都已厌倦这场战争，自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推动冲突停止。特朗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说我觉得他们都对此感到厌倦了。特朗普指出冲突应结束，但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似乎情况没有这个特朗普那么乐观。根据这个央视报道说美国舆论认为美国与俄乌会谈未取得任何突破。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日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分别与美国方面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维特科夫就是特使维特科夫认为会谈富有成效和建设性，但未提供谈判取得的进展细节。美国舆论认为统一单调的外交辞令折射出各方立场分歧短时间内难以弥合。甚至美国媒体还在报道说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两个人还在争这个俄乌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一职，这两人还在争风吃醋。他这么报道的说卢比奥原定于11月23日在瑞士与乌克兰官员举行会谈，但维特科夫提前离开且未通知国务院。尽管如此，卢比奥还是抵达日内瓦并参加了会谈。维特科夫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做出让步并割让领土，而卢比奥则主张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迫使普京保障乌克兰的安全。批评人士称维特科夫是送给俄罗斯的一份大礼。但是实际上卢比奥和维特科夫两个人争风吃醋也没什么意义，这关键要看特朗普。因为卢比奥自己也说了，这个国务院这个国务卿是要在这个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工作，也就是他是特朗普的一个马仔，对吧？那维特科夫也是马仔，那特朗普愿意信谁就听谁的，就这么简单实际上这个应该是美国媒体这是一种挑拨因为乌克兰那边，对吧，派的是安全委员会顾问叫乌梅罗夫嘛，俄罗斯这边也是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特朗普也是特使，对吧？你看俄罗斯也没有派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嘛，所以说这个美国的是维特科夫去似乎也可以。然后卢比奥既然没参加，对吧，没有挤到桌子上去，那他就把自己摘干净呗，所以他唱点高调，对吧？那因为毕竟他还年轻呢，特朗普年老了，对吧？他还要后面还要混呢，不能跟特朗普绑得太紧，所以说他就，对吧，主张，对吧，对俄罗斯施压，给乌克兰援助，脏活让维特科夫去干，不就这意思吗？对吧？骂名黑锅还是让那个维特科夫背比较好，对吧？这个卢比奥乐的，对吧，自己一身轻松的，免得惹得一身骚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态度呢，
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并继续留在安克雷奇讨论平台。反正我理解的意思就是普京没打算让步。安克雷奇不就是上一次特朗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的地方吗？那个时候他达成的那个意向那就是逼乌克兰投降，就是乌军要撤出乌东4个州，然后国际社会还得认可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都是俄罗斯的新领土。完了之后还得美国和欧盟要撤销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乌克兰还不能加入北约，然后乌克兰还不能有外国军队驻扎，这叫安克雷奇讨论平台。所以尽管乌克兰、美国还有俄罗斯并没有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对吧？说这个谈判白谈了，不谈了，没有成果，说的都是比较冠冕堂皇的，对吧？客套话。但实际上从这个三方的反应来看，应该是这个告吹了谈不到一起去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这个《金融时报》他报道他说虚假报道可能影响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战场局势的理解。《金融时报》12月22日报道称，2名官员表示，俄罗斯军方和安全部门经常向普京汇报战况，夸大乌克兰战场伤亡人数，强调俄罗斯的资源优势，并淡化战术失误。这个咱早就说了，对不对？你这普京但凡定个包月，对吧？也不至于活在信息茧房里面。我早就说了，这个绍伊古就最爱干这事，对吧？绍伊古每天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下属汇总上来的报表上面，对吧？后面加个0，乐此不疲，对吧？所以人送外号少诚实就是诚实人实在，后面就加个0。现在换上了别罗乌索夫，他毕竟是经济学家，所以就不像绍伊古那么简单粗暴，对吧？直接加个0容易露馅，所以人家搞个随机，对吧？随机加乘2或者乘3。那现在呢是格拉西莫夫负责金融时报说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负责向普京汇报战况。据报道，消息人士称，军方官员在汇报中描绘的美好前景让普京相信俄罗斯能够赢得战争。金融时报还指出，消息人士提到，普京经常会见亲信，这些亲信告诉他，战争已成为俄罗斯经济日益沉重的负担。华盛顿邮报12月22日报道，一位俄罗斯官员表示，俄罗斯有可能出现银行支付危机，他们不想考虑战争的继续或升级。一位与克里姆林宫高级外交官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学术界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2026年将是全面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艰难年份，但他评估认为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不会导致社会或政治问题。这个是华盛顿邮报，他认为这个俄罗斯的储备已经耗尽了，制裁正在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和银行业，那么2026年俄罗斯要爆发金融危机，但是就是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还不至于让俄罗斯马上就崩溃，就这意思。俄罗斯的银行家们也对银行体系中不断增长的隐性不良贷款发出警告。目前已降至 16.5% 的高利率开始抑制通胀，但仍在蚕食企业利润和现金储备，因此投资几乎停滞，部分行业生产大幅下滑，整个经济领域的债务违约率上升。也就是俄罗斯的银行面临暴雷，也就是他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你说利率的 20%， 哪个企业能还得起？哪个企业利润有 20%？ 所以说企业把这个贷款借出去之后根本就没钱还，企业在破产，银行坏账增多，银行要暴雷。在普京的战争信息茧房内，俄罗斯的将军们乐观的战场简报正在强化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这场战争的信心。尽管存在领土主张争议、高伤亡率以及有证据表明呈报克里姆林宫的前线报告是失真的，普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重燃信心，越来越多的不是由战场结果，而是由其高级指挥官所做简报的基调和内容所塑造。2025年11月下旬，上将谢尔盖·库佐夫列夫告诉普京，俄罗斯军队已经完成了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库皮扬斯克的解放。普京在访问一个指挥所时公开确认了这一说法，并随后授予库佐夫列夫的俄罗斯最高军事荣誉金星奖章。然而3天以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便在库皮扬斯克一个边界标记处拍摄了视频，称我亲自来到库皮扬斯克，向世界表明普京在撒谎。现在凤凰卫视的陆宇光也证明普京在撒谎了。你看这个金融时报报道很有意思金融时报报道恰恰验证了我不是胡说八道咱这个节目虽然是对吧不太正经，但是说的呢简直是有鼻子有眼这个金融时报这么说的他说随着战争的拖延和当时
时，国防部长绍伊古被民族主义批评者指责向普京屏蔽现实，也就是对吧？批评绍伊古啊，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普京啊，就是向普京夸大或者瞒报战果、瞒报损失、夸大战果，并依赖高伤亡的绞肉机战术。金融时报文章引述的分析人士描述了一种自我维持的虚假信息循环，这已产生了直接作战后果。从重复宣称占领同一定居点到歪曲乌克兰的推进，包括2024年8月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推进。普京于2024年在反腐清洗中撤换了绍伊古的国防部部长职务，但保留了格拉西莫夫。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决定与政治稳定相关，而非出于战场创新。格拉西莫夫提供了可预测性，即使是以极端水平的伤亡和缓慢的领土推进为代价。俄罗斯军事博主们曾公开嘲笑这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将争议城镇戏称为薛定谔的库皮扬斯克，并警告赊战占领的领土是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的。尽管存在这些批评，普京仍将高伤亡视为延长战争，并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实现乌克兰屈服的可接受代价。那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那就是普京啊把格拉西莫夫留住了。他为什么把绍伊古的国防部长撤掉呢？就是因为夸大战果，对吧？受不了了，也有可能是看了我的节目，对吧？知道说绍伊古后面加个零，少诚实啊，忍无可忍，把他换了。这个普京啊，也很有可能是看了我讲的《红楼梦》，听说这个贾母让贾宝玉娶那个薛宝钗，贾宝玉不是疯了吗？玉丢了，疯了，然后娶薛宝钗是冲喜，所以地保老人一看这前线不利，对吧？完了这个外交也受挫折，所以可能听了咱们讲的这《红楼梦》，灵光一现，他也恋爱了，对吧？他也准备冲喜，很有可能也要冲喜啊，对吧？一改这个颓势外交、军事、经济，对吧？国内国外，果然你看他一恋爱之后，他现在这个俄罗斯不是现在有所改观吗？还真冲喜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信还是不行你得服。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